睇片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上集講到我哋喺鳥取玩完，未睇嘅可以去睇翻先。而家就出發去北榮町，係一個柯南迷一定會瘋狂嘅地方。由倉吉揸過嚟，只係需要20分鐘，係好適合放埋同一日玩嘅。呢個地方係名偵探柯南作者青山剛昌嘅故鄉，成個城鎮都變成柯南主題，仲被叫做柯南小鎮。第一站就去咗大榮小學校，呢度係青山剛昌曾經讀過嘅小學。學校外觀保留住日本傳統校園感覺，對 fans 嚟講係好有歷史意義。雖然一般唔對外開放參觀，但可以喺校門外面同柯南同小蘭嘅石像影張相㗎。之後就可以向遊良車站出發，車站隔離有個免費停車場，所以揸車過嚟係好方便㗎。泊完車穿過泊單車嘅位置就係遊良車站啦。佢係連個名都改埋叫柯南站㗎。對住車站第一眼見到嘅就係柯南雕像，嗰種感覺其實幾震撼，因為你平時只係喺動畫見到嘅角色，而家就喺你面前啊！除咗雕像之外，仲會有歡迎嘅牌喺度，連廁所都用柯南同小蘭個樣分男女。最後仲會有地圖話俾你知成個小鎮有啲咩係關於柯南嘅嘢。睇完就係時候出發去柯南大道，我哋就會經柯南大道一路行到去青山剛昌故鄉館，大概要行15分鐘左右。但你放心，呢15分鐘絕對唔會悶，因為呢條叫柯南大道，沿途會見到唔同角色嘅雕像，例如步美、元太、灰原同埋光彥。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個，搞到你行2步就要停低影相。好快你就會見到北榮町圖書館，係一個結合閱讀同埋動漫文化嘅特色圖書館。門口仲會有工藤新一嘅雕像同埋水渠蓋添。呢度除咗一般藏書之外，仲設有名偵探柯南專區，展示漫畫相關資料，甚至可以靜靜地坐低慢慢睇。環境好舒服，遊客唔多，好適合休息一下。之後去到羽合東八線嘅十字路口就轉右，就會見到朝倉書店。朝倉書店入邊最特別嘅就係牆上呢幾幅名偵探柯南簽名版，角色插畫加上作者青山剛昌嘅親筆簽名，仲要每年都有一塊。對 fans 嚟講真係超級珍貴收藏級存在。離開書店，繼續向柯南大橋方向行。十字路口位會有個大榮農村環境改善中心，中心外面有幾個雕像，分別係食西瓜嘅柯南、啱啱變細咗嘅柯南同埋琴酒同伏特加。喺琴酒手上仲有一盒 APTX 4869啊！過返對面就係柯南大橋，由呢個位開始仲有800米就到青山剛昌故鄉館。嚟到柯南大橋，4個角都有唔同嘅柯南雕像，分別係潛水、放大鏡、推理同埋足球。除此之外，橋中間仲有金色浮雕，唔止係名偵探柯南，仲包括作者其他作品角色，例如亞爾巴入邊嘅人物。每一塊都有青山剛昌嘅簽名。過咗柯南大橋就會見到米花商店街外嘅工藤家打卡位，呢度還原柯南入邊工藤新一屋企嘅外觀。我哋仲可以撳個鐘仔，係會有人應你噶。今料理をしていて手が離せないのですが。なんだよ、うっせえな。あ、新一、お客さんだよ。はい、新一兄ちゃん今留守にしてるよ。之後行入米花商店街，呢度會有工藤新一同小蘭嘅雕像。除此之外，仲有4間鋪頭，分別係一間餐廳、一間咖啡室、一間雪糕鋪同埋一間百貨店。其實佢哋都係用柯南嘅主題嚟包裝嘅一間鋪頭，入邊啲食物就唔太吸引。反而呢間百貨店係有少少特色，因為佢入邊賣嘅嘢係青山剛昌紀念館買唔到嘅，由 T 恤、杯、徽章到盲盒、公仔全部都有，仲有啲好有趣嘅商品，例如 APTX 4869主題枕頭，甚至連咖喱咖啡都變成柯南角色設計。基本上行一個圈，你一定會忍唔住買啲嘢返去，所以柯南迷千祈唔好錯過呢一間鋪頭啊！離開商店街就繼續向青山剛昌故鄉館出發。而家開始就會少啲嘢睇，沿途得返平次同和葉嘅雕像，之後仲有工藤新一同埋柯南家沉睡嘅小五郎，最後就係小蘭同原子。
呢啲就係由車站行過去故鄉館會見到嘅雕像啦。除咗雕像之外，其實沿路都會有漫畫封面嘅石碑，佢哋係鋪滿晒喺成條柯南大道度嘅。如果你由車站開始出發，行到故鄉館就會見到最早期嗰一本，記得唔好錯過呢啲細節位啊！當你見到1號仔嘅時候，就知道終於行到青山剛昌故鄉館啦。呢度你會見到2隻怪盜基德，一隻係石像，一隻係有柯南喺後邊。之後仲有阿粒博士架甲蟲車停咗喺個館前邊，隔籬仲有個少年偵探團嘅石像。入場費係700 yen，張入場券係超級靚，勁有 design。館內首先介紹嘅係作者青山剛昌，由佢細個畫漫畫開始，一路講到成為職業漫畫家。你會見到佢早期嘅作品同埋創作過程。原來名偵探柯南最初只係一個構思，但慢慢發展成一個長壽作品。睇到呢度其實會幾佩服佢嘅創作力。入到嚟佢仲會叫你 down 個免費 app， 可以玩答題挑戰同埋 AR 圖像嘅相。我哋都有玩晒嘅。如果你答啱晒，係會有張證書。之後就可以參觀作者嘅工作室，雖然唔係真實嗰個，但呢度都係模擬翻佢入邊嘅情況。工作室隔籬就有張世界地圖，上面有齊唔同國家嘅柯南漫畫封面。唔講唔知，原來美國係叫 Case Closed。呢度就可以睇晒全世界嘅柯南漫畫嘅款式。除此之外，館內仲會展示大量漫畫原稿，但呢度就唔俾影相，所以要自己入嚟睇。你可以好近距離咁睇到每一筆線條、分鏡設計，會發現漫畫唔係淨係畫畫咁簡單，而係充滿計算。除咗作者嘅工作室，又點少得毛利小五郎嘅偵探事務所呢？佢張台上面就一定有馬布、煙同埋嗎啡。隔籬仲有阿粒博士嘅發明品，當然最出名嘅就係威力增強鞋，同埋呢個足球腰帶。之後仲有犯人追蹤眼鏡、伸縮綁帶、麻醉型手槍錶同埋偵探徽章。相信呢啲嘢對柯南嘅 fans 都唔陌生啊！完咗呢一 part 就會有一大幅漫畫嘅封面牆。我相信呢度係有晒以前第一本開始到最新一本所有柯南漫畫嘅封面。館內仲有啲互動區，例如解謎體驗、小遊戲。有啲位係可以模擬偵探推理，幾有趣噶，唔會悶，反而會想留耐啲玩。最有趣就係呢個製造密室，睇柯南就睇得多啦。呢度就俾你親身試下點樣製造一個密室，但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，都要有少少技巧噶。另外有個比較啱小朋友玩嘅就係呢個滑板車追逐遊戲，係模擬翻我哋喺呢個柯南小鎮入邊嘅行動。整體嚟講都算幾好玩嘅。另外呢度仲展示咗大量嘅柯南收藏品，包括 T 恤、海報、渠蓋等等。去到最後仲會有啲打卡位，都有唔少場景，例如怪盜基德同埋2個黑衣人琴酒同伏特加。啱啱將入場券都可以喺呢度玩到 AR 嘅展示，咁你就可以同柯南合照啦。如果頭先有用電話玩問答遊戲又答啱晒嘅話，就可以喺出口嘅位置攞翻呢張證書噶啦。參觀完個故鄉館就可以行埋個鋪頭。呢度買到嘅嘢出邊都係冇得買，但感覺就冇頭先柯南百貨店咁特別。整體嚟講，青山剛昌故鄉館雖然唔係好大，但內容非常充實。如果你係柯南 fans， 呢度絕對值得慢慢行啊！就算你唔係，都會了解到一套經典作品係點樣誕生。參觀完故鄉館就可以返去油良車站拎車，中途會經過一間叫做香美德拉麵，咁佢都係主打牛骨拉麵嘅。而且佢碗拉麵仲要好平，650 yen 就可以食到一碗啦。入邊嘅位置就唔係好多嘅，所以有機會要等位，同埋裝修都算幾舊，但唔會話好污糟。我哋就嗌咗2碗拉麵，再加一個細叉燒飯。雖然佢隻蛋就過熟，叉燒就得1嚿，不過咁平就唔會有咩投訴。碗飯嘅叉燒仲多過碗麵啊！佢個湯係淺色過琴日嗰碗，但係佢絕對係一個好好飲嘅牛骨湯。你可以見到佢啲麵係好掛湯噶。食完呢一餐我係好滿足，我係食晒成碗飯同埋飲晒啲湯。
有機會嚟柯南小鎮嘅，一定要試呢一間餐廳啊！食完之後就離開呢度啦。呢半日我真係玩得好滿足，希望中意柯南嘅人睇到呢一條片都會嚟北榮町呢個地方玩啦。之後我哋又繼續趕行程去第二個地方啦。記住密切留意我哋下一集去邊度啦！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